好，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即係歡迎嚟到咧我哋香港津貼中學舉辦嘅抗戰勝利80週年遊戲設計比賽嘅簡介會。我介紹翻自己啦。我係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代表。我係簡偉雄校長。今日咧亦都有幾個部分嘅。有我哋嘅中國文化研究院兩位嘅顧問啦，顏先生啦，同埋陳小姐咧。就有關於嗰個抗戰勝利80週年，我哋今次嘅主題做一個深入淺出嘅，即係去講解嚇。因為其實咧，我哋都需要邀請一啲嘅專家嚟俾我哋嘅同學咧喺製作作品之前咧有一個即係輸入嘅。咁所以咧嗱，各位同學要留意個主題。嗱，以往咧我哋其實咧到今年我哋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咧就有關於呢個新藝家國嘅活動咧，其實已經係去到第4屆㗎啦。咁其實咧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其實咧一陣咧顏先生同埋陳小姐講及嗰個嘅主題咧，其實咧都係幾關鍵嘅，因為其實咧我哋雖然我哋好希望咧推動科技啦，咁亦都係 STEAM 啦等等呢啲嘅即係電腦層面或者科技層面嘅即係一啲嘅作品，但係更加一樣嘢咧，我哋要貼合我哋嘅主題。咁所以咧有時我哋嘅作品雖然話即係係可能好高技術或者係好靚咁，但係更加重要一樣嘢咧，要切合主題，呢個係為之重要嘅。如果一陣咧金校長亦都會即係提及咧，即係嗰個賽制一啲嘅條件或者規則特別係個分數個比例，咁大家咧應該都會洞察到少少咧，就係話嗰個佔嘅比例咧喺特別內容嗰度咧係極為重要嘅。跟住落嚟咧，我諗有40分鐘咧，我哋會交俾我哋中國文化研究院兩位專業嘅同工啦，去分享個主題。之後咧，我哋亦都邀請咗數碼創新天Jo Sir 咧，就會嚟即係用一個好簡單10分鐘嚟介紹下，即係 GDevelop 係咩咧？咁一個開放式平台。呢啲咧就跟住咧，我就交翻俾Jo 去解釋啦。嗱，咁喺呢度咧，亦都即係賣多次廣告啦。因為其實咧今日只係一個簡介啦嚇。因為稍後咧，我哋都有實體嘅工作坊同埋網上嘅工作坊嘅。亦都可以即係留意翻。如果未報名，盡快報名。不過我可以咁樣講，實體工作坊已經爆咗啦嚇。OK，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關於我哋個賽制咧，咁亦都係我哋多謝我哋嘅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主席金偉明校長，亦都係我哋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代表金校長咧，就會用大約15分鐘咧簡介下整個比賽嘅規則嚇。即係亦都我哋雖然就辦到第4屆啦，咁但係咧好多即係同學同埋老師咧都會問今年個平台唔同咗會唔會有啲咩留意嘅地方？我諗金校長喺個賽制上面咧係能夠一一咁樣讓大家即係去解答大家一啲嘅問題嘅。如果有啲問題喺一息間我哋未能夠充分去解答咧，我哋稍後都會咧記低，再回覆大家。最後咧，就即係金校長都會以議會嘅身份咧嚟解答大家問題嘅。整體程序就係咁啦。咁睇下有冇一啲嘅即係有啲嘅問題即係仲想問嘅嚇。咁喺度咧，我都想講多少少嘢嘅，就係有關於今日完咗簡介會之後咧，好快我哋喺11月咧有2個嘅實體工作坊即係實體工作坊都係2堂嘅，網上工作坊都係2堂嘅。咁喺度我不厭其煩都再講一講啦。2個實體工作坊咧 ，Lesson 1同 Lesson 2咧嘅內容係唔同嘅，應該咁樣講係第1堂同第2堂係互相緊扣嘅，而網上嘅工作坊咧都係2堂互相緊扣，內容不同嘅。咁請各位即係同工留意啦。咁亦都係啦。剛剛咧我亦都喺下午咧，亦都已經將實體工作坊嘅取錄嘅電郵咧，已經寄咗俾獲取錄嘅學校，因為我哋收到咧實體工作坊咧係大約係接近100人100人去參加實體工作坊。首先就向大家致歉先啦。因為其實咧電腦室都係只係大約容納到50零個嘅同學咁所以咧就個別學校我都已經 send 咗預留嘅名額俾對應嘅學校㗎啦。大家可以翻查電郵。如果係未收到電郵咧，咁就稍後我都會即係個情況，我都可能會俾一個電郵你就其實應該大部分出席嘅學校咧，我都安排咗2個名額俾佢㗎啦。如果係
係能夠自己帶電腦咧，咁就可以安排多1個名額嚇，咁啊請各位留意啦。咁如果個別遇到咩問題，可以再揾我啊。有關於實體工作坊，如果真係參加唔到實體工作坊嘅，咁啊亦都邀請各位啦。咁啊，我哋上網上嗰個工作坊內容一樣嘅，咁啊 Joe Sir 咧就會亦都主責呢件事。咁啊，應該我哋都可以，少傑，我哋都應該可以有幾百個位㗎，係咪？嚇，應該 OK 㗎，係咪？嚇，好啊，咁啊，到時如果真係有幾百個位咧，100、200人咧，咁個難題就交翻俾 Joe Sir 啦。嚇，咁睇下點樣喺網上，即係點樣一個唔係打10個啦，一個打100個嚇。OK，好，咁事不宜遲，我時間咧，我進入去我哋個主題啦。嗱，大家都可能都耳熟能詳啦。今年咧，即係我哋繼續啦，我哋同教育局去合作，去舉辦第4屆呢個心藝家國嘅即係學生比賽活動。咁啊，今年嘅主題咧就正亦都係我哋學界嘅主題啦，就係抗戰勝利80週年。咁我諗我哋嘅宗旨亦都係2個，咁啊亦都係希望同學咧係認識抗戰80週年呢段嘅歷史啦。咁亦都係要即係掌握到抗戰勝利對於即係我哋中國人民嘅一啲嘅意義啦，同埋嗰份嘅精神啦。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喺今次嘅比賽嗰度明白嘅。另外一樣嘢啦，我諗一如以往，我哋希望咧透過一個比賽咧，去推動學生嘅一啲嘅綜合能力啦，包括 STEAM 啦，同埋一啲嘅技能嘅嚇。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同即係幾個嘅組織啦一齊合作啦。亦都有 A 圖啦，咁啊，我見到阿 Albert 都喺度嘅，多謝 Albert。咁亦都多謝AC 會啦，朱主席嘅嗰邊嘅支持，同埋我哋一陣嘅分享嘉賓嚇，咁啊邱博士嘅中國文化研究院嘅協辦，咁亦都今年咧，我哋亦都邀請到數碼創新天嘅一啲嘅專家嚟分享 G-Develop 嘅呢個平台。咁而我哋今年用嘅平台咧，頭先都講完啦，就係 G-Develop。咁一陣咧，Joe 咧就會有用一個簡短嘅時間咧去簡介下 G-Develop 係一個咩嘅平台。咁啊，如果各位同工係未用過嘅，咁亦都可以即係報名工作坊嚇，不論係實體或者係網上，咁去進一步認識。咁啊，應該都係一個比較容易用嘅平台嚟嘅。好，咁嗱，咁呢度咧，最後咧，我想帶少少信息啦。咁我諗一陣咧，中國文化研究院嘅同工都會好強調嘅。嗱，我諗我哋希望呢次比賽咧，因為係牽涉呢個我哋講緊抗日戰爭80週年呢段嘅史實啦。嗱，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各位同學透過呢個 G-Develop 呢個平台咧，去能夠加深對呢段歷史嘅嘅認識同埋一啲嘅反思。嗱，各位同學要記住一樣嘢，就係話呢段歷史始終都係一個戰爭嘅歷史。但係我哋好希望咧，大家設計嘅遊戲咧，係從一個正面嘅角度去即係叫設計呢個遊戲嚇。即係換句話說，嗱，如果係即係簡單啲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咧係用一個正向思維啊、正面啊去認識呢段歷史。咁即係換句話說，如果一個 game 如果淨係即係即係一個殺戮嘅 game 嘅，咁其實咧就我哋唔係話想帶一個信息係即係仇恨嗱。我諗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聽到嘅，我哋要銘記呢個歷史係要認識個教訓，咁亦都係講緊就係話要從個教訓嗰度學懂啲乜嘢。就咁，所以我哋設計遊戲嗰陣時咧，我哋希望用一個正面嘅角度咧去設計。咁就我哋希望咧同學或者老師咧可以即係認知到呢個方向。咁啊，從一個正面嘅方向，咁啊即係俗啲所講就唔好太過即係放喺有幾多個殺戮啊，殺咗幾多個敵人啊呢樣嘢，我哋唔係想大家即係殺得多敵人而贏咗個比賽嗰件事啦嚇。咁我諗一陣咧就更加詳細咧即係中國文化研究院顏先生啦同埋陳小姐咧會幫到我去詳細解釋呢件事嘅，因為我太短時間就講唔得太多。好啦，去到呢度咧，咁我呢個簡單嘅即係引入啦，睇下即係各位老師同埋同工咧就有冇一啲嘅問題提出。咁啊稍後咧我都會交個波咧俾中國文化研究院啦同埋 Joe 啦，咁啊同埋阿金校長嘅。金校長咧會為代表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咧就去做 Q&A， 咁亦都會完成會議嘅。因為亦都首先向大家老師同埋同學致歉先，咁啊因為我亦都即係有咗另一個會議，咁就未能陪伴大家。咁啊不過唔緊要嘅，我哋今天咧係會錄影，我一陣咧會睇翻即係中國文化研究院啦同埋 Joe 嘅精彩嘅分享嘅。咁喺度，如果冇其他嘅即係進一步嘅分享咧，咁時間我就交俾中國文化研究院顏宇翔先生同埋陳靜文小姐。咁我哋隔住個 mon 以掌聲多謝顏先生同埋陳小姐。
好，OK，咁個時間交俾你啦。而家轉翻個 PowerPoint 先，稍等啦，好快。好啊，好啊。好，咁大家應該睇到我呢個 PowerPoint 嗬。好，咁首先都好多謝簡校長嘅介紹啦，亦都好多謝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邀請。咁各位線上嘅校長啦、老師啦、同學啦，大家好啦。咁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咧，都係就住抗日戰爭嘅勝利80週年嘅呢個主題咧，就講少少，即係點解我哋冇辦法忘懷呢一場嘅戰爭嘅。咁我呢個PowerPoint 咧就分為3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點解要紀念抗日戰爭啦。第二個咧就講少少點樣去搜集翻一啲抗日戰爭相關嘅資料嘅。第三個部分咧就交翻俾我嘅同事 Amber 啦，就講翻抗戰主題嘅遊戲設計方面嘅少少嘅建議嘅。咁其實我哋今年係80週年，勝利80週年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就話呢場戰爭其實都過咗咁多年啦，點解仲要成日提起咧？甚至乎係今年都幾隆重其事去到紀念嘅。咁同時間我哋其實都見到唔同嘅我哋叫畫面啦，譬如呢一個就係即係中國去到日本去旅行嘅人數咧，其實舊年就係國慶期間，日本係第一位嘅。咁喺國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一啲日本嘅風情街啦。呢一張相咧就係喺廣東佛山嘅一個日本嘅風情街嘅。咁其實日本嘅餐廳啊，日本嘅好多嘅產品啊，都好受中國人嘅歡迎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今年又應該大家都有一齊去見證呢一個93嘅閱兵啦。咁另外今年都唔同嘅博物館其實應該都有舉辦過呢個抗戰嘅展覽嘅。咁我哋嘅呢個問題就係啦，咁我哋今年抗戰80週年，其實究竟係要紀念乜嘢關於呢一場戰爭嘅嘢咧？咁首先我哋都係講翻少少抗戰嘅相關嘅歷史嘅。咁首先係我哋都有提過8年抗戰同埋14年抗戰。咁其實個分別喺邊度咧？咁其實好簡單。喺9·18事變，即係1931年去到1937年嘅七七事變呢一段咧，咁佢就係一個局部嘅抗戰嚟嘅。咁去到1937年。去到1945年咧，呢個就8年嘅全面嘅抗戰，或者叫做全民嘅抗戰，咁就係呢一個分別嘅。咁我哋就要問呢個抗戰嘅由來，其實點解係即係日本係去發動呢一場嘅戰爭，去令到中國去拖入呢一場咁長時間，而且係咁大規模嘅戰爭咧？咁其實日本去侵華咧，其實係有好長嘅呢一個歷史，或者係一步步嘅步驟嘅。咁其實由清末嘅1894年至1895年嘅甲午戰爭開始啦。當時係清朝係喺甲午戰爭就輸咗，就簽訂咗呢個馬關條約。咁就日本就奪取咗台灣同埋澎湖列島，亦都攞咗好大額嘅賠款嘅。咁去到1898年嘅列強去瓜分中國嘅危機咧，咁日本都參與其中，去攞咗福建作為佢嘅勢力範圍。咁去到1900年，去到1901年嘅八國聯軍咧，日本亦都參與其中，去令到清朝咧去簽訂咗呢個辛丑條約啦。日本亦都攞咗一部分嘅賠款嘅。咁去到1904年至1905年，其實呢一場日俄嘅戰爭係好特別嘅，即係兩個唔同嘅國家，即係日本同俄國咧，喺中國嘅土地上邊去交戰。佢為咗咧就係去奪取俄國喺東北嘅當地嘅權益。咁去到1914至1915咧，佢就趁住呢個一戰，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爆發咧，日本就乘機去攞咗德國喺山東嘅特權。到1928年就發生咗兩樣嘢啦，一個就係濟南慘案，就係當時嘅國民革命軍咧去北伐，準備去進入濟南。咁日本咧就派兵去進駐，
去阻撓呢個國民革命軍去進入濟南啦，亦都殺咗中國軍民幾千人嘅。另一個事件咧就係黃姑屯事件啦，就係當時國民革命軍咧同奉系嘅軍隊打仗就奉系就輸咗啦，咁軍閥張作霖咧就搭火車翻去東北，喺途中咧就俾日本人係炸死咗。咁其實一直去到1894年去到1928年，日本係步步去進攻或者係侵佔一個中國嘅國土。咁喺1928年咧，亦都出現咗呢一個田中奏折，即係當時嘅日本嘅首相，亦都兼外相咧田中義一，佢就召開咗呢一個東方會議啦。咁喺呢一場會議上邊咧，佢就向日本嘅天皇咧去提交咗一個奏折，佢當中就話係要征服支那，即係中國就要征服滿蒙，即係東北同埋蒙古。如果想征服世界咧，就要征服支那。咁呢個就係佢一步步由日本即係出兵去到佔領朝鮮、佔領東北、佔領中國，甚至係佔領世界嘅呢一個步驟嘅。咁雖然而家話係日本係否認呢一個文件啦，咁都有好多説法，就可能係呢份文件係俾日本銷毀咗嘅。咁但係我哋其實往後睇咧，成個歷史嘅發展咧，其實真係按照住呢一份田中奏折去到發展嘅。咁所以1931年就發生咗我哋依家都比較熟悉嘅呢個918事件啦。咁日本關東軍就炸毀咗呢一段嘅南滿鐵路，就話係中國軍隊所為。咁跟住就喺9月18日晚上咧就進攻呢個瀋陽嘅北大營。咁喺100天內咧，大概100天內咧就佔領咗奉天啦，即係而家嘅遼寧，跟住吉林同埋黑龍江3省，跟住之後仲要佔領咗熱河，咁成個東北地區就咁樣係淪陷咗啦。咁佢唔單單係要呢一片嘅東北嘅土地啦，咁佢其實係要掠奪翻東北嘅一啲好重要嘅資源嘅，包括係一啲煤炭啦、生鐵啦、鋼啦、糧食啦。咁其實喺1932年至到1945年咧，佢所掠奪嘅煤炭咧，其實係佔住成個日本嘅當時嘅產出嘅55%，咁生鐵咧係43%，鋼係40%，咁糧食亦都好多嘅。咁右邊呢張圖其實就係日本嘅一個統計啦，即係當時嘅一啲工業上邊嘅產量。咁可以見到紅色線咧，呢個就係1931年之後，佢佔領咗東北之後咧，佢嗰個工業嘅生產嘅數量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躍進嘅。咁一直去到1945年，即係跌得就突然間就跌咗落嚟啦。咁就係呢一個成個侵略中國之後嘅佢所掠奪嘅一個資源。咁喺1931年之後咧，其實日本都陸陸續續做咗好多嘢嘅。咁嘅918事變之後啦，咁1932年咧就進攻上海，就發生咗呢一個128事變。咁就大概係同中國軍隊就做咗發生咗2個月嘅戰事啦。咁最後係都冇辦法去佔領咗上海嘅。最後係比較幾個唔同嘅國家去調停，跟住停咗呢場戰事。跟住喺1933年咧就進攻咗喺長城附近咧就打咗長城抗戰啦。咁另外喺1935年咧，其實都有策劃緊一個華北嘅自治咧，就係日本咧就係慫恿5個華北嘅省份咧去脫離成個中國嘅統治啦。咁其實就係為咗係想喺呢個5個省份嗰度咧去建立個傀儡政權，去方便自己接住就係會吞併呢5個省份嘅。咁一直就去到1937年，即係盧溝橋事變，咁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嘅，就喺日軍喺盧溝橋附近去藉口有士兵失蹤啦，咁就要進入呢個宛平城去到搜查，咁中國嘅守軍就拒絕，咁最終就係日軍就發起呢個進攻，就其實成個全面抗戰就開始咗啦。咁77事變之前咧，其實我哋可以做翻一個比較嘅，即係中國同日本嗰個戰力係點樣嘅咧？
咁當時嘅中國咧個兵力係有170萬，咁日本咧係上備加後備咧係410萬嘅。咁海軍嘅方面咧，個艦艇咧，中國嘅總嘅排水量咧係59000噸到啦，咁日本咧係去到190萬噸，咁係中國嘅32倍嘅。咁喺作戰嘅飛機方面咧，就中國係有300幾架啦，305架，咁主要係依賴係進口嘅。咁日本咧就係2700架，咁其實佢係可以做到自己去生產嘅，咁亦都係中國嘅8.6倍啦。咁工業嘅產值咧，中國方面就13.6億美元，咁日本就60億美元，咁係中國嘅4.4倍。咁按照呢一個戰力去比較咧，其實當時係中國咧要5個中國兵先至可以對得起一個日本兵。係包括成個武器嘅配置啊，包括後勤啊等等。咁其實成場戰爭咧，其實係可以話係一個貧弱嘅農業國去對上一個現代化嘅工業國。咁我哋而家就分呢個抗戰嘅3個階段啦。咁1937年嘅7月去到1938年嘅10月咧，就係一個戰略嘅防禦階段啦。咁38年嘅10月去到41年嘅12月係一個戰略相持嘅階段。咁41年12月之後，去到45年嘅8月抗戰勝利咧，其實係一個戰略嘅反攻階段。咁其實我哋睇翻個地圖咧，其實日軍嘅步伐咧就係一步一步推進嘅。佢佔領嘅土地其實越嚟越多嘅，就由東北一直推進去到南邊，去到海南島，去到廣西等等呢個地方。咁我哋就要問啦，咁中國點解最後係可以贏到呢一場嘅抗日戰爭咧？咁有幾個即係原因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中國嘅戰略。咁中國戰略咧就係以呢個空間換時間啦。咁我哋睇翻中國嘅地形圖，咁呢個地形圖喺差唔多係分咗3個顏色嘅，綠色同埋黃色，同埋紅色嘅。咁呢個我哋按照呢個地形去分咧，其實呢3個就係一個階梯型嘅呢一個地形啦。咁第1級嘅階梯咧就係大概係青藏高原呢個部分啦。咁佢個海拔咧就去到4000米以上嘅。咁第2個階梯咧就主要係一啲山地啦，包括唔同嘅譬如內蒙古高原啊、黃土高原啊、雲貴高原啊等等呢啲山地嘅部分咧。佢平均嘅海拔咧就係1000至到2000米嘅。咁最右手邊呢個綠色嘅就主要係一啲平原同埋東南嘅丘陵嘅部分。咁佢個大部分嘅海拔咧就去到500米以下嘅。咁中國喺抗戰開始全面抗戰開始之後咧，就將大部分嘅國家嘅主要嘅資源啦，甚至乎係呢個首都都由南京去遷去重慶，就將所有大部分嘅資源就遷翻去到第2級，甚至乎第1級嘅呢個階梯嘅地形裏邊，去用呢個空間嘅成個空間嘅規模咧，去換翻成個時間。咁毛澤東喺1938年都發表咗呢個論持久戰嘅呢篇文啦。咁佢都比較咗中國同埋日本嘅唔同嘅特點。咁日本咧係戰力強，咁中國咧就戰力弱。日本係國小民少，咁中國咧係國大人多。咁日本係資源有限，中國咧係有地理嘅優勢。咁日本係難以去支撐長期嘅戰爭，咁中國反而係可以長期支撐嘅。咁所以另外日本咧佢個戰爭咧係非正義嘅。咁中國咧就係一個反侵略嘅戰爭，佢係正義嘅戰爭。咁所以成個戰爭咧就中國就要秉持住一個持久戰嘅戰略啦，就去抗衡日本係急於進攻嘅呢一個戰略嘅。咁所以之後嘅成場戰爭嘅呢個走勢咧，其實都係同論持久戰佢所講嘅係基本上係一樣嘅，就分為3個階段嘅。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中國咧係有正面戰場同埋敵後戰場兩個方面一齊去到合作啦。咁正面戰場咧就主要係國民黨去到主導啦。咁敵後戰場咧就主要係共產黨去到主導嘅。咁我哋睇翻喺全面抗戰，即係1937年至到1945年咧，國民黨咧
主要係主導咗差唔多係22次嘅大會戰嘅。咁呢個會戰咧，其實就係最少都係幾萬人參加嘅一個大型嘅戰爭啦。咁我哋睇翻其實由1937至1938咧，其實大部分即係4場大嘅會戰咧，中國都係輸咗嘅。咁一直去到1939至1945年咧，先至係有即係有翻唔同嘅勝負嘅效果啦。其實最重要人數最多嘅咧，其實見到1938年咧，武漢會戰其實中國係出動咗110萬嘅兵力，嘅日本咧都出動咗40萬嘅兵力。咁所以喺正面戰場咧，咁多次嘅會戰咧，其實國民黨咧都有好多嘅付出啦，亦都有好多嘅犧牲嘅。咁喺敵後戰場咧，我哋就係可以見翻喺日本去侵佔嘅土地嘅呢個地圖上邊咧，其實日本係主要係控制到佢嘅主要嘅交通線啦，同埋主要嘅城鎮嘅。咁反而喺廣大嘅鄉村嘅呢個地帶咧，係中國共產黨去開闢咗唔同嘅抗日嘅根據地。咁共產黨喺呢啲嘅根據地去做咩嘢咧？咁主要係做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開展一個游擊戰啦。咁游擊戰就唔同正面戰場嘅呢個大嘅會戰嘅，佢主要係以小部分嘅軍隊咧去做翻喺唔同嘅戰場裏邊咧去襲擊日軍嘅。咁包括係一啲譬如係地道戰啦，即係喺根據唔同嘅地形咧去掘一啲地道嘅。包括係地雷戰啦，係佈置唔同嘅地雷啦，有唔同嘅襲擊唔同嘅交通線啦、車站啊、倉庫啊等等嘅。咁另一個咧就去做翻一啲生產自救嘅。咁共產黨喺呢一啲嘅抗日嘅根據地裏邊咧，就成立咗一啲政府啦，或者叫政權啦，就帶領唔同嘅譬如農民啊、婦女啊、學生啊，就做翻自己嘅生產嘅活動啦，包括係種糧食啦、養豬啦、織布啦等等，去作為一啲軍需嘅後備嘅。咁第三個就做翻一啲抗日嘅宣傳，就包括係帶領一啲譬如話劇團啊，做翻一啲抗日嘅話劇啊，包括係散發一啲抗日嘅單張啊等等，去團結翻唔同嘅民眾去宣傳翻抗日嘅信息。咁最後一個就係組織民眾去共同抗戰啦。譬如係組織咗一啲我哋叫做戰地青年嘅服務團啦，就係吸引唔同嘅青年就參加呢一個抗戰嘅宣傳啊。或者係去到前線，去到慰勞呢啲軍人啊，或者係團結唔同嘅婦女去成立呢個婦救會啦，我哋叫做即係叫婦女抗日救國會，即係組織婦女去參加呢個救護士兵啊，或者係織布啊等等，去準備呢啲軍需啊。另外就係組織農民去到一齊參加呢個抗戰嘅活動。咁其實我哋睇翻呢個第四階段，即係1941年至到1945年咧，其實主喺共產黨去控制嘅呢個抗日嘅根據地咧，其實佢係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嘅。咁喺日本人佢哋編寫嘅呢一本叫做《太平洋戰爭史》裏邊咧，其實就總結咗喺1941年之後，其實抗戰嘅主力究竟喺邊度咧？咁呢本書入邊就講啦，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國嘅部隊，以及佢所領導嘅兵嘅游擊隊。其實佢係已經取代咗國民黨嘅軍隊，成為咗抗戰嘅主力嘅。好，咁日軍嘅作戰咧，完全係以消滅解放區，即係共產黨所控制嘅抗根據地，同埋掃蕩共產黨嘅軍隊為目標。另外喺1942年嘅年中嘅時候咧，喺中國戰場上邊其實係有60%嘅日軍同埋95%嘅投降嘅國民黨軍隊咧，係被用嚟對付共產黨嘅軍隊。咁其實係可以見到喺中國共產黨佢控制嘅個敵後嘅戰場咧，其實已經係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咁另一個方面咧，就係中國當時係得到咗唔同方面嘅國際嘅援助啦。
咁第一個呢個就係開闢咗呢個田面公路，即係喺1937年11月開工，動用咗民工超過20萬，當中係包括11個少數民族去參與。咁佢哋都係用一啲好基本嘅工具去到開闢咗呢一條嘅道路，即係由昆明，即係雲南嘅昆明去到緬甸。咁中間係要跨越咗6條河啦、6座大山啦、6個懸崖啦、370座橋。咁佢其實1年嘅時間就已經全線通車。咁呢一條田面公路喺抗戰嘅初期咧，就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啦。去到1942年，其實已經幫助輸入咗物資係超過50萬噸嘅。第二個就係都成功爭取咗蘇聯嘅援助。咁蘇聯喺1937年咧就通過咗呢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就向中國咧就提供大量嘅軍事嘅裝備。咁中國即係國民政府咧，亦都喺1938至1939年咧就3次向蘇聯咧係借款，就2.5億美元。咁中國就以呢個銅油啊、礦產等等嘅呢啲資源去償還嘅。咁蘇聯亦都派一啲軍事顧問，甚至係組建呢個志願航空隊去直接參戰。咁去到最後一年1945年咧，蘇聯航軍亦都直接進軍東北，去加速咗呢個日軍嘅投降。另一方面，中國都成功爭取咗呢個美國支援，包括係美國係通過呢個租借法案啦，就向中國提供8.46億嘅美元嘅物資，亦都組織咗呢個飛虎隊，我哋俗稱嘅飛虎隊啦。咁佢原本係叫做美國援華志願航空隊去參戰嘅。咁喺1942年呢個田面公路就冇辦法開通之後咧，咁飛虎隊亦都承擔咗開闢咗呢個駝峰航線，即係飛越喜馬拉雅山去到運送物資。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係比較危險嘅，因為喜馬拉雅山個海拔係比較高啦。咁飛機喺當中去飛嘅期間咧，就好易去失事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亦都有超過500架嘅飛機去失事啦，超過1500人犧牲咗。咁最後1945年，大家應該都知，就美國係喺日本就投下2個原子彈，就加速咗日本嘅投降。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全民抗戰啦。咁喺抗日戰爭發生前咧，其實成個國家咧可以話係4分5裂嘅。但係去到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咧，咁各個政治嘅勢力咧就統一，以各個階層嘅民眾咧就比較團結去對抗呢個侵略者嘅。咁喺孫中山其實佢所寫嘅民族主義呢一本書裏邊咧，其實就講到中國嘅人咧，只要家族同宗族嘅團體，就冇民族嘅精神嘅。雖然係有4萬人，即係4億人組合成為一個中國，咁實在係一片散沙。咁當時我哋睇翻呢一個係1937年當時嘅中國成個中國嘅一啲勢力嘅劃分。咁喺江浙嘅地區咧就係蔣介石所控制啦。咁喺東北地區同埋台灣地區咧就係日本所控制嘅。咁西北咧就主要係蘇聯去嘅勢力範圍啦。咁西南咧就主要係英國啦。咁喺陝北咧，即係毛澤東嘅呢個中國共產黨嘅根據地啦。咁另外好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軍閥或者係政治嘅勢力所控制嘅。咁但係去到抗戰爆發之後咧，咁唔同嘅軍事嘅集團都自願係團結喺蔣介石嘅領導之下去參加呢個抗戰嘅。咁北方嘅集團咧就主要係變成一個華北戰場嘅主力啦。咁南方嘅集團咧就係喺呢個淞滬戰爭後期就參加咗抗戰嘅呢個軍事嘅力量啦。咁喺西南地區嘅西南嘅集團咧就變成咗成個抗戰嘅大後方嘅基礎。咁西北嘅集團咧就主要係開通咗呢個西北嘅大通道嘅。咁呢度特別要提一提就係四川嘅呢個軍閥啦。咁其實我哋知道四川咧，因為本身四川嘅地形係一個盆地嚟嘅，所以佢四周圍都係山。咁其實喺成個8年嘅抗戰裏邊咧，就冇受到日軍嘅入侵嘅。但係四川嘅川軍咧喺成個抗戰嘅過程當中係發揮咗好大嘅
用嘅。咁呢個四川嘅軍閥叫劉湘咧，佢喺37年嘅8月咧就發表咗呢個告川康軍文書，就話抗戰四川係可以出兵30萬，壯丁500萬，就供給糧食若干萬石。咁喺37年嘅9月咧，四川嘅唔同嘅軍閥嘅集團就已經陸陸續續係派兵係出川抗戰嘅。咁劉湘喺1938年初咧就病逝啦。咁佢嘅遺囑裏邊咧就有一句説話，就叫抗戰到底，始終不渝。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一日誓不還鄉。咁其實之後川軍陸陸續續出川嘅時候咧，都要係背翻呢一句嘅誓詞嘅。咁成個8年嘅抗戰咧，四川係提供咗超過300萬人嘅兵員去到前線嘅部隊啦。咁成個川軍咧，佢個傷亡係超過咗64萬人嘅。咁另外我哋都提一提呢個宜昌嘅大撤退啦。咁喺1938年嘅10月，即係武漢會戰，即係武漢失守啦。咁要去到西南即係大後方嘅呢啲物資咧，全部就集中喺呢個四川嘅宜昌呢一個城市。咁呢個城市就包括咗係一啲工業嘅呢啲物資啦。航空業嘅物資啦、兵工業嘅物資啦等等，就集中喺呢一個宜昌呢度，要等待去運送過去入川嘅。點解係積壓喺呢個宜昌咧？因為當時嘅即係我哋而家睇呢個長江嘅呢個水域咧，去到宜昌呢度咧，係突然間嗰個水道啊，就突然間去收窄咗，咁所以好大嘅呢啲超過1500噸以上嘅大嘅船咧，就冇辦法喺呢度再去入到四川啦，就要換翻一啲細嘅船隻去到入川。咁當時嘅交通次長啦，即係交通部嘅副部長咁樣叫做陸作夫。咁佢本身係一個民生公司嘅經理嚟嘅。咁佢就帶住佢呢個民生公司咧，就喺40日嘅時間裏邊咧，就完成咗3萬幾人、9萬噸嘅物資嘅轉移。就為呢個抗戰咧，就提供咗一個有力嘅保障嘅。咁呢一個就係呢個陸作夫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文化方面啦。咁我哋都知道喺抗戰之後咧，我哋將故宮嘅國寶咧都由北京咧就搬翻去到南京啦。喺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咧，由喺呢個南京咧就轉移去到大後方嘅。咁呢度咧有條片咧，就係我哋中文化研究院去做嘅呢一條關於故宮國寶嘅呢個大遷徙。咁大家睇一睇呢條片先。呢個陳舊嘅木箱叫做文物南遷箱，喺1930年代嘅抗戰期間，佢曾經參與咗一場守護故宮國寶嘅行動。呢個亦都係世界文物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耐、行程最長嘅一次文物大遷徙。1931年9·18事變後，東北淪陷，戰火向華北蔓延，古都北平岌岌可危。故宮嘅珍貴文物要點樣保存？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提出南遷方案，計劃將文物遷往上海儲存，卻未被一致接納。1933年2月，戰火日漸逼近，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最終力排眾議，啟動文物南遷。數萬件珍貴嘅國寶被精心打包，裝入13000幾個箱，踏上南遷之路。分5批被運往上海，再運抵南京。但係好快，南方亦都唔再安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南京成為日軍嘅重點攻擊目標之一。存放喺南京朝天宮庫房嘅故宮文物又踏上西遷之路，分南路、中路、北路前往西南大後方。輾轉儲存喺四川樂山、峨眉、巴縣3地。故宮人抱持人在文物在嘅信念，歷經艱辛，走遍大半個中國。
一路上，軍隊全程護送，民眾守望相助，有嘅提供運輸車船，有嘅自願潤出自家祠堂存放文物。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故宮文物踏上東歸之路，喺1947年返到南京。1948年開始，部分文物被運往台灣，大部分文物喺1950年代陸續返到北京故宮。戰爭令中國文物損失慘重，但故宮文物損失甚微，不得不說係一個奇蹟，係全體中國人共同完成嘅一項壯舉。漫天戰火中，全賴前人拼盡全力守護中華文明，守護共同家園，先令今日嘅我哋得以喺博物館入面見到呢啲珍貴嘅國寶。呢一個就係故宮嘅國寶嘅南遷啦。咁我哋另外就睇翻呢個抗戰嘅文藝啦。咁其實抗戰嘅時期咧，有唔同嘅文藝嘅方式去到宣傳抗日嘅信息嘅，包括歌曲啊、話劇啊、漫畫啊等等。咁我哋好熟悉嘅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咧，就係1935年由田漢作詞、葉綺去作曲嘅呢個歌曲。咁當時就係一個佢其實係一個電影嘅主題曲嚟嘅。咁個電影叫做《風雲兒女》。咁個電影上映咗之後咧，咁其實呢個主題曲咧亦都受到大家嘅歡迎。咁其實係講出咗成個抗戰，即係大家團結抗戰嘅呢一個心志嚟嘅。咁成個抗戰過程當中咧，咁中國其實係付出咗好大嘅犧牲啦。咁軍民嘅傷亡咧，其實係超過3000幾萬。咁直接去承受呢個戰禍嘅災害嘅人口咧，係超過2.6億人嘅。咁直接嘅經濟嘅損失咧，係有1000億美元以上啦，間接就去到5000億嘅美元。咁9·18事變開始咧，中國係有一半嘅國土咧係被呢個戰火去波及嘅，有930座嘅城市咧係俾日軍去侵佔啦，係佔全國總數嘅47% 以上。咁其中係特別係大城市咧係佔全國80% 以上嘅。咁有超過3800間嘅工廠咧係被破壞嘅。咁我右邊呢張圖咧，咁其實係見到當時喺杭州筍橋嘅呢個中央航空學校咧，第一批嘅留美嘅畢業生咧，有47個年青人咧，中間應該犧牲嘅就全部係標咗呢個十字架。咁我見到應該係得返2個人係可以喺一直去到抗戰勝利。咁呢度我哋就要問啦。咁其實抗日戰爭呢個日本同其他我哋話近代嘅唔同嘅西方嘅列強，咁其實佢係有咩分別咧？咁其實近代嘅西方列強咧，佢主要係想要獲取一啲經濟嘅利益啊，或者係政治嘅特權啦。咁佢係冇將征服成個中國咧係變成佢嘅目標嘅。但係日本咧，佢係好早已經提出咗呢個叫大東亞共榮圈。咁佢個根本嘅目的咧，就係要滅亡中國，係將中國咧變成日本嘅殖民地。咁西方嘅列強嘅侵略咧，我哋知道有唔同嘅戰爭，但係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局部嘅。咁主要係集中喺一啲沿海嘅地區或者係特定嘅事件上邊。但係日本佢係全面嘅、長期嘅、系統性嘅一個征服嘅戰爭，而且佢個手段咧係好殘暴嘅。我哋知道係大家熟悉嘅南京大屠殺啦，包括係一啲細菌戰啦，或者係一啲三光政策，即係超光、殺光、搶光呢啲嘅政策咧，其實佢個手段咧係好殘暴嘅。咁所以喺成個嘅抗日戰爭裏邊咧，其實都完成咗一個民族嘅即係一個轉變，即係由原本係一個分裂嘅國家咧，就變成一個統一嘅國家啦。由4萬萬嘅散沙就變成一個民族嘅覺醒同埋全民皆兵嘅呢個狀態嘅。咁所以最後我哋總結就點解我哋要紀念呢一場戰爭？我哋紀念啲乜嘢咧？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紀念一個落後就要捱打就要屠殺嘅教訓啦。
咁第二個咧就係紀念全國人民以莫大嘅犧牲咧，去戰勝呢個邪惡嘅歷程。咁第三個咧就係紀念中華民族嘅浴火重生同埋自立自強嘅故事。咁最後咧，我哋總結成為一句説話咧，就係和平固然係可貴嘅，但點樣去守護呢一個和平嘅狀態咧，就要我哋自己中國人咧自立自強。咁跟住咧就介紹翻少少同學可以喺呢個部分咧點樣去收集翻一啲抗戰嘅資料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中文化研究院咧就呢個圖書近代嘅呢一個頁面啦。咁裏邊就有一個專題就係抗日戰爭。咁抗日戰爭呢個專題裏邊咧，我哋就用咗好大量嘅珍貴嘅圖片啦、歷史圖片同埋文字咧，去全面去回顧翻呢個抗戰嘅歷史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抗日戰爭紀念網。咁抗日戰爭紀念網咧，其實裏邊咧就分咗好多唔同嘅方面嘅資料啦，包括係戰役方面嘅資料啦，敵後嘅根據地嘅資料啦，後方嘅一啲資料啦，包括係一啲老兵嘅回憶啊，一啲珍貴嘅圖片啊、資料等等。咁第三個咧就係中國抗戰勝利網。咁呢一個網站咧就係喺而家北京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嘅佢嘅呢個網頁嘅。咁佢裏邊有一個右手邊有一個欄目咧，就叫抗戰資源庫。咁裏邊咧都有分咗唔同嘅各式各樣嘅呢個抗日戰爭嘅資料。咁同學喺製作呢個抗戰主題嘅遊戲方面咧，其實係可以有呢啲嘅網站去到收集嘅資料嘅。咁接住咧，我就交俾我哋嘅同事Amber 咧，就講翻抗戰主題嘅遊戲嘅設計方面嘅一啲建議。好啊，非常之感謝 Aaron 咁精彩同埋咁詳盡嘅分享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透過頭先嘅嗰個講座啦，咁應該咧，等先啦，我睇下 is also OK， 我重新 share 過，唔好意思啊，係啦，咁我再嚟過，唔好意思 ，OK。係啦，咁相信大家透過頭先嘅嗰個分享咧，應該都可以掌握到唔少關於遊戲創作嘅靈感啦。咁我自己咧就希望同大家簡單同埋快捷咁樣講一講，究竟其實點樣設計一個好嘅抗戰主題嘅遊戲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記住，其實而家你哋咧係有一個使命喺身上嘅。你哋嘅使命咧就係要將我哋頭先我哋學到有關於抗日戰爭嘅嗰啲咁嘅歷史嘅知識啦，同埋當中嘅情感係傳遞俾其他會玩嘅人啦。咁所以你哋嘅使命係好重要嘅。你哋咧唔單止你哋自己要學習呢段歷史，你哋要同當時嘅人有身同感受啦，同埋你哋要做反思。你同時要將自己喺呢個學習嘅過程裏面嘅一啲思考話到俾其他人聽。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嚟嘅。咁而點解我哋會希望你哋會嘗試用遊戲嘅方式去做？我哋做遊戲，我哋唔係想將頭先呢一段我哋知道咁慘痛、咁痛苦嘅歷史變咗一啲好娛樂化嘅嘢，即係我哋好輕鬆嘻嘻哈哈咁玩咗佢。唔係嘅，我哋想點解要用遊戲嘅形式？係因為遊戲其實佢嗰個互動性好強，你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式，你唔係淨係死咕咕咁睇書，所有死者都只不過可能喺啲書面上嘅一啲數字。我哋唔係嘅，我哋希望可以你哋透過呢個遊戲去有一啲再沉浸式啲嘅體驗，或者係一啲互動性強啲嘅體驗，可以俾到其他人可以更加深刻咁樣去學習到呢段歷史。而其次而另一個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你哋要透過嗰個遊戲去令到對方可以代入到當時嘅人嘅感受，可以共情到佢哋嗰個當時嘅悲痛。即係其實我好老實講，我頭先聽到我哋講到話4萬人裡面有至少3000幾萬人係離開嘅。你想象下，就好似一間班房裡面，你每10個人你就會有一個同學拜拜咗。咁如果你係可以將呢啲數字變翻咗一啲實實在在嘅人或者一啲情感上面嘅連結嘅話，咁我相信大家會對呢段歷史嗰個反思同埋嗰個感受會更加深刻，咁亦都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多角度同埋全面咁樣去理解翻成個抗戰嘅歷史嘅。好啦，咁所以咧，咁如果係嘅話，我哋就要將啲嘢 bear in mind。咁我哋要點樣設計遊戲？第一就係你點解要設計呢個遊戲啦？咁通常我哋即係你設計一個遊戲，你係想個玩家玩完之後啦，咁你希望佢得到啲乜嘢？我可能係一啲得到啲知識嘅，例如頭先我哋
以學習到一啲抗日戰爭嘅歷史進程啦，例如究竟係邊個打，即係可能好簡單，我哋知一啲好知識上面嘅嘢。唔係嘅，你可能想個玩家玩完之後，你可以感受到嗰陣時一個平民喺個抗戰裏面所發生嘅事情嘅，咁你又可以有一個咁樣，所以我哋可能你喺設計之前，你就要諗清楚究竟你點解要設計呢個遊戲，而你希望個玩家可以達到啲乜嘢目標。咁嗰個教學目標就係嗰個學習成果就係你要第一樣嘢諗咗先嘅嘢。咁而呢一樣嘢我都建議啦，咁就唔好太複雜嘅，因為如果太複雜嘅話，有機會你個遊戲嘅規模或者係你遊戲嘅設計上面未必可以達到你。所以我覺得建議，如果你要諗點解要設呢個學習成果嘅時候，可能盡量諗咗個主軸先，諗咗個簡單嘅主軸。例如我可能 focus 喺某一個主題度啦，例如可能我只不過係想大家可能頭先我哋講到嘅文物抗戰，我哋可能俾大家知道究竟其實呢一段故事就夠啦，咁就唔好可能諗到有啲嘢發得太大，例如可能講成個抗戰嘅可能所有歷史嘅過程嘅，咁有機會你哋未必 handle 得到，係啦，咁呢個你哋可能要注意一下啦。而第二就係你要諗下個受眾係邊個啦。咁你哋嗰個係邊一個去玩呢個遊戲？你哋設計呢個遊戲嘅時候，你哋會唔會係想所有年齡層都玩到嘅？咁如果喺呢度你哋要諗下個難度上面，同埋即係個遊戲嗰個完成究竟會唔會需要切合翻所有人都要玩到咧？嗱，呢樣嘢其實係難嘅喎。咁因為咧，其實未必每一個人都可以即刻 get 到個遊戲點玩啦。所以嗱，如果係嘅話，有機會你哋要諗下點樣縮窄嗰個受眾嘅範圍啦。可能就只不過我希望可能係 for 中學生玩嘅，咁中學生嘅程度啲大家相信都好認識㗎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試下由呢個角度去諗下個玩家，或者你想小學生都玩到嘅，咁你就諗小學生佢哋嗰個知識層面或者佢哋適合玩嘅遊戲啦。好啦，第三個啦，咁就當然係我哋去到邊個係呢個係咩遊戲啦。咁就係佢嗰個遊戲嘅核心機制，個互動元素係啲咩啦？咁當然咁就係喺我就大致上係咁樣。咁所以我到最後都想 remind 下大家啦。咁你希望個玩家喺離開個遊戲之後，佢最尾可以記得啲咩？咁呢樣嘢係必須要記住嘅。好啦，咁我哋講到遊戲，你點樣係咩遊戲嘅時候，我哋有好多個層面去俾大家去思考啦。例如你好多種唔同遊戲嘅，例如我就咁 show，我就咁 search 下，都已經有10幾廿款啦。咁呢？第二樣嘢就係究竟個遊戲點樣會好玩啦？咁呢度其實我相信大家應該可能甚至熟悉過我添，就係其實可能個遊戲嘅難度啊，嗰個完成嘅目標啊，究竟嗰個遊戲嗰個玩家可以主導幾多？咁呢啲其實都係各樣會影響個遊戲性嘅。不過我最想講嘅就係大家要諗下究竟其實嗰個好嘅遊戲在於就係你唔係淨係得個遊戲性嘅。正如頭先我哋嘅校長喺開始引言嘅時候都有講啦，其實我哋係需要大家要記住呢一段嘅歷史。咁我哋需要就係頭先我講過，點解你自己遊戲就係嗰個教育性嗰個學習成果係咩？大家要喺考慮遊戲性嘅時候，同時要兩邊都要 balance，要平衡翻你嘅教育性。如果唔係嘅話，你個遊戲就純粹只係一個遊戲，佢冇嗰個反思嘅作用，未必可以帶到你想玩家知道嘅嘢出嚟啦。好啦，咁當然我都提翻少少應該要有同埋唔應該做嘅嘢啦。咁就第一樣嘢就尊重事實。我相信經過頭先我同事Aaron 講咗咁多之後，大家都知道可以喺邊一方面去做你嘅研究啦，去揾翻去對翻啲事實啦。咁我哋所謂尊重事實嗰樣嘢就唔係話我哋唔係要洗白任何人。我哋個當時發生過啲咩事，我哋喺個遊戲裡面就可能就如實咁呈現翻出嚟。你係有出現過呢個情況嘅，我哋唔會需要話要抹走佢或者咩。總之當時係點就點樣㗎啦。好，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都有講過啦，就要正向價值。點樣為之正向？就我哋其實我哋係嘅戰爭係好殘酷嘅，但同時間我哋喺嗰個戰爭嘅過程之中，我哋見證到好多人嘅勇氣。你會發覺你都其實基本上我哋嘅武器係好舒適嘅，我哋係非常之簡陋嘅所有武器都但我哋係因為我哋對個國家嘅愛啦，我哋對屋企人嘅愛啦，我哋嘅勇氣啦，令到我哋可以堅持到咁耐嗰個戰爭啦。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啲好值得我哋去記住一啲好正面嘅價值。因為所謂戰爭係殘酷，但係其實人喺當中係好寶貴嘅。佢哋令到我哋可以堅持到咁耐，要去到最尾可以去到得到勝利同得到最終嘅和平。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希望大家可以話到俾其他人嘅一個訊息啦，即係唔好記住所有戰爭都淨係殺戮啊、殘酷啊、死人啦，咁呢啲其實係大家有機會會唔記得咗當中仲有啲好可貴嘅價值嘅。咁當然唔好嘅就係頭先都有講過啦，我哋唔好就係太過渲染血腥暴力啦，即係其實當然大家都要考慮翻就係個係殘忍㗎啦。咁但係我哋唔需要透過遊戲去俾人去睇到呢一樣嘢嘅。而第二就係當然都唔好去做一啲刻板印象同埋令到仇先怒仇恨。係當時嘅日本人係做咗好多
唔應該嘅事，都係錯嘅事，都係啲對係人道上面非常之唔合理嘅事啦。咁不過我哋其實係咪要將呢個印象帶去而家日本人度咧？咁唔係噶嘛。咁所以我哋要諗下所以我哋其實要做嘅嘢就係唔好煽動仇恨。我哋要講嘅其實係要推崇翻和平，同埋去宣揚翻嗰個正向嘅價值啦。同埋當然仲有就最緊要就係你唔好嘲笑嘅當時嘅受難者，好慘痛嘅係呢一樣嘢係咁，呢啲就係希望大家要記住嘅嘢啦。咁當然我覺得有16字真言就係大家可能都經常聽到得，但呢個我都覺得係好簡單，亦都好重要咁深入咗我哋成個遊戲設計，希望大家記住嗰啲價值，都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傳揚啦。第一就係銘記歷史啦，我哋記住發生過咩事。第二就係緬懷先烈，就係緬懷我哋嘅當時嘅死者，當時為我哋呢場戰爭犧牲嘅士兵啊，所有人啦，珍惜而家我哋有嘅和平，同時間我哋要保護呢個和平，我哋開創未來，係啦。咁大家可以循住呢一樣嘢，可能作為大家一個設計背後嘅一個理念記擺喺裡面，咁我哋可以幫助我哋去傳遞一個正向嘅信息嘅。好啦，咁我哋啱啱講咗就話我哋可能就諗下遊戲嘅目的係啲咩啦，跟住我哋就諗下個核心玩法，例如我哋其實有策略性嘅遊戲嘅，例如咩策略性嘅遊戲，我哋可能係陣營上面嘅啦，或者一啲軍企上面，例如我頭先有講過，可能我哋揀一場戰爭，跟住我哋可以用一個沙盤推演嘅方式，諗下點樣去打贏嗰場戰爭啦。又或者我哋可以係一啲簡單啲嘅角色扮演遊戲嘅角色扮演遊戲，我哋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向啦。角色扮演可以係，因為頭先我哋都聽到 Aaron 有講過啦，其實成場戰爭所有中國人都有參與嘅，唔係淨係得戰士嘅，我哋可以係平民啦、學生啦，或者係一啲文物守護者啦，或者係甚至係音樂家啦，唔同人都有佢哋喺裏面嘅角色。咁其實你哋亦都可以透過呢啲去設計啲角色扮演遊戲啦，仲有啲解謎遊戲啦。咁當然我哋頭先講過，就係我哋一場戰爭裏面會牽涉好多情報上面嘅傳輸啦。咁會唔會我哋可以透過呢一樣嘢去做一個解謎嘅遊戲咧？或者其實我哋又可以做一個模擬嘅經營類遊戲嘅喎？經營類遊戲點做啊？例如好似我哋啱啱有講到，我哋其實敵後裏面有好多嘢需要去運送嘅，有好多嘢需要支援嘅。咁我哋嗰啲資源上面點樣去安排？呢一個都可以有經營遊戲嚟㗎啦。咁仲有就係我哋可以係一個文字啲嘅遊戲，我哋係一個互動小説，例如我哋可以係一個當時嘅人嘅一個日記啦。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同佢做一個對話，咁睇下究竟其實我哋會得到啲乜嘢？呢一啲都可以係一方向，唔一定我哋淨係得射擊遊戲啊，或者啲殺戮嘅遊戲去記住呢場戰爭。其實我哋仲有好多種唔同嘅形式嘅。好啦，咁決定好大家嗰個核心玩法之後咧，咁我哋就可能要設計一啲目標啦，同埋即係咁其實個勝出嘅機制係啲乜嘢啦。跟住同埋你要諗下嗰個當中個遊戲嗰啲玩家佢有啲咩選擇需要面對啦，而選擇完之後佢會得到啲咩結果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將頭先嗰啲設計內容可以畫一個流程表出嚟，咁整理你嘅思路啦，跟住就先去再做你嘅設計。當然設計完之後你就一定要去測試同埋改進，將你嗰個遊戲係 fulfill 到你啱啱諗嘅所有嘅設計理念啦。好啦，咁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就非常之期待你最終嘅成果同埋設計啦。好，咁我講嘅咁多，多謝大家。好，唔該中華文化研究院顏先生同埋陳女士，咁非常之清楚啊講得，咁尤其是陳女士頭先俾咗好好嘅 tips，大家點樣去設計呢個嘅遊戲啦。咁我四字16字真言，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啊？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同埋開創未來。頭先我都抄低咗16字真言。咁就好清楚嘅，我估同學咧或者老師咧都未必即時可以記得晒所有嘅嘢，咁可以稍後咧就再睇翻呢段片啦，稍後我哋可以擺翻上網呢段片。咁我諗當中好多嘅內容咧都係需要大家去緊記啦。咁好啦，跟住嚟嘅時間咧，我哋就交俾數碼創新天阿 Jo Sir，咁就介紹一下咧我哋 GDevelop 呢個平台。咁我將時間交俾你阿 Jo。好，唔該晒啊！等我聽清楚嘛？OK，好。咁我 share 個 PowerPoint 先嚇，各位係啦。OK，好，都睇到嘛？OK，好唔該晒。好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都大家好啦。咁咧就首先我多謝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啦，邀請我哋嚟分享啦嚇。咁本身咧我就有個計劃嚟自數碼創新天嘅，我哋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啦。咁佢有一個咁嘅計劃嘅，咁我哋得到咧呢個撳一撳個 PowerPoint 先啦。得咁因為我哋得到香港居益今日社會創新基金去支持我哋咧有呢個計劃啦。咁
就係有呢個機緣巧合咧，因為我哋就係去學校裏面咧培育一啲同學仔啦，去寫遊戲，咁所以咧就好好啊即係津貼中學議會嘅老師校長佢哋咧就覺得幾好喎，咁呢個引擎咁樣，咁啊叫我同大家分享啦。嗱，咁我就長話短説啊，爭取時間。咁因為咧同學仔咧即係中意打機啊，咁今時今日好似我一樣啊，我由細到大就中意打機啊，咁所以我哋對寫遊戲係有啲動力嘅。咁所以咧，我呢個計劃咧就係想借大家中意打機咧，有多啲動力去學寫 game 啦。咁而寫 game 咧，就好似今次嘅主題一樣啦。我哋唔係淨係哇，我即係頭先話齋，淨係娛樂嘅。咁我哋原來能夠有啲回應到社會議題喎，係有啲好有意思嘅一啲遊戲走咗出嚟喎。咁我覺得頭先咧阿陳女士都講得好好㗎，成個我噏唔到啲真言，但係咧起碼大家都知道透過遊戲咧係佢有特色嘅，就係個互動。仲有點樣可以好沉浸式係啦，咁有互動有得玩咧，咁喺個過程裡面咧，去學到一啲嘢而得到一個目的，呢個係先係最緊要。而喺我呢個計劃裡面咧，我就更加想運用青年人，你哋其中一個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你哋嘅創意係啦，你嘅創意咧就可以將一啲我哋面對嘅社會嘅狀況咧，去運用你嘅創意咧，變成一啲吸引到人哋學習同埋去明白嘅一個方法係啦。咁啊長話短説係啦。咁你知點啊？你會學啲乜咧？其實我哋嘅計劃裡面就係差唔多嘅啫，就係你會見到幅圖啦，就首先你要學啊。你見到嗰幅圖咧就係正正就係 GDevelop 嗰個畫面嚟嚇。咁你首先你會經歷學一學嗰個機制嘅，因為如果你完全冇嗰個 idea 或者 concept 去做一個遊戲咧，會辛苦啲啲。咁你可以試下啦。咁啊，我哋會喺實體工作坊、虛擬工作坊都教你哋嘅嚇。咁跟住咧，見到右手邊有個同學仔開始寫嘢啦，正正就係頭先陳女士講嘅嘢啦。咁你開始要諗你頭先講個目標啦、你個對象啦、你個玩法核心啦，係啊。咁啊，例如大家係頭先提到可能係故事嘅。係啦，即係代入角色嘅，又或者係智力嘅，甚至乎係有啲冒險啲嘅。咁其實嗰個背後機制咧，大家玩過咁多遊戲咧，你多多少少都知嚇。咁你就可能就要做一啲設計啦。咁啊最底嗰張係咩咧？就開始真係做喎。咁啊用呢個 GDevelop咧，你不但可以將你嘅設計圖，即係你頭先講嗰個設計嗰個構思啦，轉變落去啦。咁你當然係因為即係玩遊戲第一樣嘢都好重要嘅就係你啲公仔啊嘛。咁所以你都需要揾好多資源啦。你可以自己畫又得，係啊，你揾朋友幫你同學仔又得，甚至乎網上有好多資源咧，最緊要有版權啦，你自己或者有啲免費嘅資源啦。咁我哋都會俾少少即係 tips 你哋嘅。咁你揾就令到嗰個遊戲更加吸引，係啊。咁所以你見到成日遊戲創作咧係緊緊相扣嘅。你要學咗個技術，再加埋頭先聽完一大堆嘅資料，你點樣去設計？咁呢個咧就畫好個則先，係啊，畫好完個則之後咧，然後真正去寫曲啦。咁呢個係一個旅程嚟㗎。咁我相信同學仔會好 enjoy 嘅。咁我呢個計劃都搞咗2屆嘅遊戲比賽啦。咁啲都好多同學仔做到嘅。咁當然我哋咧，正如頭先陳女士講，一個我哋而家呢個主題咧好大嘅。咁所以我哋想個遊戲去針對個遊戲去表達到咧，我哋要揀選你想要嗰個題目係啊。如果太多太複雜咧，咁就唔玩又好難玩㗎啦，係咪啊？好啦，咁啊直入啦喎。GDevelop點解我揀呢個工具咧？就係可能好多同學仔你小學或者初中你接觸過 Stretch 啊，即係有隻貓嗰個咧，橙色嗰隻係啊。咁可能你都覺得咦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初階少少啦，係啦。如果你即係有啲 programming 或者程式設計嘅概念咧，咁對佢嚟講咧，可能你會初階咗少少嚇。咁我哋又好想，咦不如咁啦，我哋進階少少，我哋因為就係中學生係咪？咁我可以做多啲嘢複雜啲係啊。咁因為始終一個遊戲引擎有別於一般嘅程式programming language 啦，因為佢係會處理咗啲遊戲裡面啲特質㗎嘛。即係例如啲即係撞擊啊咁嗰啲咧，又或者啲陽光啊咁，大家打開機應該明我講咩係咪？咁嗰啲遊戲嘅引擎都會幫你處理。咁好出名嗰啲例如 Unreal 啦、Unity 啦，呢啲其實你哋即係出面都可能學到嘅。咁但係呢啲亦都係好多好大路嘅遊戲作品會用啦。但係大家都知道係複雜程度好高嘅，係啊，呢一刻可能對大家唔係咁容易掌握。啱啱我哋就揾到一隻叫做 GDevelop，就再介乎喺個三文治度啊。佢又未去到最高階，
亦都唔係話想又提升少少難度，唔好一個太過初階個階段。咁所以 GDevelop 喺呢個中間個位，希望大家發揮到咯，係啊。咁本身咧佢就係寫 2D 遊戲嘅，係啊。咁當然咧佢其實都有啲 extension 咧可以容讓去做到個 3D 嘅，嚇。咁當然啦，呢個就要睇同學仔投放幾多心力去學習同埋揾資源咯。咁啊，略成個嗰個點解選取呢個引擎咧，係我哋即係度咗好耐嚇。而重要一樣嘢，我哋想同學仔係咩咧？係唔使錢嘅，咁即係呢個好緊要嘅。咁所以你翻屋企又可以用啦。佢唔大嘅，唔係好大食嘅，係啊。你甚至乎手機可以開嚟嘅，即係有人可以用手機去寫曲嘅。咁但係因為手機你用手指整嘛，咁係會辛苦好多。咁通常喺電腦會好啲，你有好多喐動啊、打字啊咁樣，咁係會比較方便嚇。你屋企都玩到嘅，係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令到我選取佢嘅原因啦。一直以嚟咧呢個引擎咧都係好 update 嘅嚇。呢個我哋都發覺係幾好。咁我而家咧輕 show 一 show 個資料啊，好嘛？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大家會想瞓覺。咁啊係講埋呢張先嚇。咁啲多平台啊，全部跨平台㗎啦，係呢啲嘢，因為喺個網站做到，佢全部嘅遊戲咧可以轉出嚟做HTML5 嘅，咁即係全部可以網頁度開㗎啦，又唔使。當然你係可以切去另一種 format 嘅，但係至少你做完隻 game 咧，簡單一句就係你可以 send 條 link 俾阿爸阿媽睇下，咦我準備參加啦，俾啲意見我啦咁樣，咁都係可以嘅嚇。咁略呢啲少少資料啦，我就 share 嗰個平台俾大家知。如果你有 download 咧，就應該都睇到我呢間 share 嘅嘢嘅。好嘅，咁咧佢去嗰個 GDevelop 個網站咧都好容易 download 到㗎。咁我開一開先，係啊。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已經裝咗落我部機度面嚇。咁其實佢網頁版都得嘅嚇。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同學仔你真係做呢次嘅比賽咧，你用電腦係會好啲嘅。咁成個畫面係咁啦。咁啊好簡單嘅啫。你就算喺 GDevelop 裡面咧，係有一啲咧，你見到佢有好多 free 嘅 tutorial 俾你嘅，甚至乎有埋曲㗎嚇。咁因為時間關係，我頭先 download 咗一個啊。舉例我頭先只不過就喺上網即刻 download 咗呢個，咁佢俾埋 source code 你啊咁樣，咁當然係佢有版權嘅做晒啦，係啊。咁你見到啦，就係咁樣啦嚇。咁呢啲其實所有 object 都係佢自己設計啦。咁同學仔好豐富你嘅創意啦。咁你裡面咧有少少曲要做，但係啲曲咧唔係話一啲十分艱難嘅嘢。你見到就係咁啦，都係 create object 啊咁樣啊。activate 個 control 啊，呢啲 detect 嘅 joystick 呢個。譬如你加個動作咧，咁佢會有得俾你揀啦，係啊。裡面咧有晒啲指令俾你㗎，係啊。呢個月亮去 rotate，咁我諗大家明我講咩㗎，係啦。咁基本上一啲叫做冇咁多 coding 嘅方法啊，係啊。咁但係又好豐富嘅功能啊。咁你逐揼完一大輪嘅嘢翻嚟咧，你係可以 preview 即刻玩嘅。咁我試下會唔會窒先啊？咁呢個而家呢個 demo 係即係喺GDevelop提供啊嚇。咁你喺上面再改佢係都得嘅，係啊。即係最簡單係一啲 2D 嘅遊戲啦，有少窒啊應該可能。OK 係啊，咁樣啦。咁我唔 demo 太多啦，咁大家明我做咩？咁因為我係留待實體工作坊，其實你都有機會做到嘅嚇。咁你見呢啲咧？而家其實我而家呢啲咁嘅 platform game，我哋叫橫向嘅，唔需要一定要開槍㗎係嘛？係一個歷險嚟嘅，可以係啊。咁我去到呢度先。咁睇下大家嘅創意係點。咁你喺度已經玩到，即係話你一路做一路改咯。係咪非常之好啊？頭先講啦，你可以喺 GDevelop 度 download 啲嘢啦。我快少少啊。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再 share 埋少少嘅 link 就得㗎啦，係啊。因為呢個平台咧，除咗即係佢本身嘅嘢之外咧，其實坊間都好多支援佢嘅。咁我開個網站俾你哋望望下，係啊。咁因為佢係 open source 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嘅所有嘢擺晒出嚟嚇。如果有啲進階啲同學仔覺得頭先嗰啲我 download 人哋嗰個咧唔係我仲想嘅，我仲想進階啲，咁你有 menu 㗎啦，有齊晒所有嘅資料嚇。咁你話唔係喎，可能我都需要多一啲嘅。好，試試先。
都睇到嘛，大家係咪？因為我呢、個好請我等一咩事？OK，好，等一陣，請等我等下好。嗱，咁咧我就想講咧，我去翻我 PowerPoint 嗰度啊，嚇，咁因為頭先我個機有啲問題，我去翻個 PowerPoint 度先。好，咁其實下一次工作坊咧，我哋都會分享翻俾你睇啦。咁係啦，咁我頭先我唔開啦，因為有少少窒窒地咁樣嚇。咁我啲 link 咧都係話俾你聽，其實有好多 open source 嘅資源嘅。咁呢啲我哋實體工作坊會再 share 啦。有佢自己嘅 tutorial 啦，甚至乎有視頻啦。如果有同學仔唔中意睇文字，頭先嗰啲 menu 啊嚇，如果你覺得好煩嘅，因為我知道好多青年人咧，而家佢睇片都學到㗎啦嚇。咁裡面有晒好多教學嘅，甚至乎咧我哋有啲好多嘅人咧，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咧，佢哋做嗰啲遊戲都放晒上呢啲網站喎，你都可以參考嘅，係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佢裡面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包括頭先講對話啦，或者係歷程啦，或者智力啊，咁其實都有好多啲 open source 嘅嘢可以俾你 download 落嚟咯。咁所以咧，我哋最後呢句我想補充嘅係咩咧？就係嚟緊有2節嘅工作坊嘅，係啦。咁咧嗰2節工作坊做咩咧？就係我都讓大家知，第一節咧我哋會俾同學仔同老師咧，我哋初步接觸呢個 Engine 係啦。頭先講緊download 咗落嚟啊，玩下啲tutorial 啊，去熟悉個界面啦，同埋佢後面嗰啲 coding 啦，係啊。咁咧第2節我哋會多啲放喺一個 game design 嗰度啊，原來要管理你啲 game assets 啦，即係佢資源圖畫啊。嗰啲公仔啊、player 個樣啊嗰啲咧，咁你要管理嗰啲資源啦，揾啲資源啦，結合你個個 coding 啦、場景啦、背景啦，有好多嘢要處理㗎。咁所以其實第2節咧，我哋多啲喺嗰個成個設計成個遊戲裡面個 project 裡面個管理嚇，咁都會同大家分享少少我哋嘅心得咯，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希望2節之後咧，令到大家咧可以自學嘅。因為咧冇可能教晒你所有嘢，但係你可以繼續用啲資源自學，有咗呢個機制咧，咁希望能夠讓你哋咧創作到一個好好嘅遊戲咧，去參加呢次嘅比賽咯。咁我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好，唔該晒阿 Jo，咁咧就大家密切期待呢個工作坊啊，記得出現啦。OK，咁啊有2節嘅，咁啊阿 Jo 頭先都講咗，其實 GDevelop 咧，其實個功能上面咧好豐富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太難學嘅。咁但係大家都如果係參加咗工作坊都記得出席，因為都爆晒棚㗎。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最後咧，咁等我 share 個 PowerPoint 啊，等等啊。好，咁接落嚟咧，我哋就正式去又介紹一下咧，我哋個比賽嘅規則啦，同埋一啲獎項。咁我諗就可能大家喺 poster 入邊咧都睇到一啲，咁但係咧我都喺度咧再仔細啲去講啦。咁首先咧，今次嘅比賽規則咧係有2個組別嘅，一個咧就係香港組，另外一個咧就係姊妹學校組。咁全港嘅官立中學啦、津貼中學同埋直資中學嘅學生咧，我哋都係歡迎去參加嘅。咁啊，佢哋可以參加香港組。如果每間學校咧最多咧就只可以派2隊參加嘅啫。咁香港中學咧亦都可以夥拍咧自己嘅姊妹學校啦，組隊參加。咁每所香港中學咧，如果要夥拍姊妹學校參加嘅話咧，亦都係最多係參加2隊嘅。咁比賽名額係有限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先到先得啊。咁啊先到先得，即係邊個先報名就先取錄嘅。好啦，咁參賽隊伍咧係要運用 GDevelop 呢個開源嘅平台啦，一個 open source 平台去設計佢嘅遊戲同埋場景啦。咁比賽咧係以隊制形式咧去參賽嘅，每一隊咧係由1至4位學生組成。咁隊伍組成咧就必須咧係讀同一間中學或者咧係姊妹學校嘅學生。咁香港組嘅比賽隊伍咧名額係有100隊。咁啊，姊妹學校組別咧就名額就有20隊。咁啊，作品嘅要求啦，咁頭先阿 Jo 都介紹咗，我哋咧係要用 GDevelop 呢個平台，一個開源平台去製作啦。咁啊，你就要寫翻少少作品嘅描述，咁啊都係要求喺400字以下嘅，即係唔好多過400字。
咁另外有一段影片咧去介紹你嘅 program 嘅，咁我段影片咧亦都唔好長過5分鐘。好啦，咁啊，所有嘅參賽作品咧就一定要咧係隊伍嘅原創，咁啊唔可以有抄襲嘅成分啦，亦都唔可以咧攞人哋嘅作品嚇，即係攞人哋一啲嘅元素加入自己一個作品入邊啦。咁我哋好強調咧係要原創。咁隊伍咧係需要提交埋咧遊戲嘅原始碼嘅，即係一個 source code 咧都要交埋。咁咧就我哋會喺主辦單位嘅評審入邊咧會睇一睇個原創性啦，同埋係咪符合嗰個比賽要求。好啦，咁作品入邊嘅內容啦，包括咗圖片啊、聲音啊、影片啊，都必須咧係原創嘅，而且咧係要或者係要有合法嘅授權啦，或者用一啲嘅素材，頭先阿 Jo 都講咗啦，係冇版權嘅限制嘅素材。嗱，再講一次啦，一係咧你嘅素材咧就係原創，一係咧就你已經攞咗授權，一係咧就揾一啲素材咧本身係冇版權嘅素材。咁啊，Jo 頭先都有提過下嘅。咁啊，遊戲入邊咧，記得咧就唔可以包含任何嘅色情啊、暴力啊、賭博啊或者歧視成分嘅內容。咁亦都咧唔可以鼓吹任何違法行為嘅元素啦。好啊，咁啊，我哋主辦單位咧亦都會喺呢個活動期間啦進行呢個拍攝啊、錄影。咁參加者咧係需要同意咧，主辦單位係拍攝呢啲嘅影像同埋聲音。咁啊，亦都允許咧呢啲嘅資料咧係喺其他喺活動當中啦做一啲記錄啦。喺政府相關嘅工作或者活動入邊咧推廣啦，咁啊亦都可能咧呢啲嘅相片啊、影像啊或者聲音咧，亦都有機會喺唔同嘅媒體入邊咧公開使用嘅。OK，咁而啲公開使用咗嘅素材或者一啲影像一啲嘅聲音咧，亦都唔會獲得咧任何嘅報酬同埋補償嘅。咁如果隊伍咧違反咗以上嘅一啲規定嘅話咧，咁主辦單位咧係保留咧取消參賽者嘅資格嘅。咁亦都對相關事宜咧係一路會有最終嘅決定權啦。好啦，咁啊評分準則咧分開4個範疇嘅。第一個範疇咧就係內容嘅設計啦，就佔30%。咁啊創意咧佔25%。咁啊技術方面啦嚇，即係喺你應用嗰個G-Develop 去寫 program 技術方面咧就佔25%。咁演繹技巧咧就佔20%。咁啊分開4個範疇咧去俾分我哋。好啦，喺比賽嘅獎項方面咧，咁啊分開1等、2等、3等同埋優異獎。咁1等、2等、3等咧喺香港組方面咧就係各有5名嘅，姊妹學校組咧就各有1名。咁而優異獎咧喺香港組咧就有10名，姊妹學校咧就有3名。咁而獎品方面咧喺唔同嘅獎入邊咧都係分別有獎杯啦、獎狀啦同埋一啲書券嘅。咁而優勝嘅學生隊伍咧，亦都會喺2026年4月25日嘅頒獎典禮入邊咧會分享學習嘅成果。好啦，咁啊比賽日程咧就好緊要啦。咁我哋喺9月份咧，其實已經公布咗比賽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啊 poster 亦都出咗啦。咁今日咧就係我哋嘅比賽簡介會，咁我哋進行咗一次 Zoom meeting。然之後咧就頭先多次提過，我哋有實體工作坊啦。咁啊喺11月5號同埋19號，地點咧就喺九龍真光中學。咁而喺11月嘅12同埋26號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 Zoom 嘅工作坊嘅。好啦，喺截止日期方面啊，呢個緊要啦，大家記住截止日期咧係26年嘅1月23日星期五嚟嘅，咁大家記住唔好遲過呢個截止日期交作品啦。唔報名啊，sorry，報名啦。提交作品嘅日期咧就會係26年嘅3月6號嚇，咁你可以早過3月6號交嘅，但係3月6號咧就係個 deadline 啦。咁所有嘅過咗時嘅提交嘅作品咧都唔會受理㗎啦。OK。咁成功提交作品嘅學校同埋隊伍咧，亦都會收到一個電郵嘅確認信嘅。好啦，咁啊頒獎典禮咧就會喺26年嘅4月25日咁就喺九龍真光中學入邊舉行嘅。好，咁啊頭先咧就好快咁講咗呢一啲比賽嘅規則啦，同埋一啲嘅少少資料。咁睇下咧大家有冇咩問題想問嘅？咁我先停咗分享個 PowerPoint 先啦。好，如果有問題想問咧，就歡迎係啊有同事咧就陳 Sir 咧就問咧啲 PowerPoint 可唔可以分享嘅？咁呢個係
稍後啦，稍後我哋會再即係可能經個電郵啊，或者擺翻喺個網頁入邊咧俾大家咯。咁啊，再通知大家。咁應該咧，我哋連呢個 video 咧都會擺埋上去嘅。今次個會議嘅 video 嚇。好，睇下其他老師有冇咩問題想問，可以直接咧 unmute 咗問問題嘅。好，嗱，睇下有冇咩問題想問。咁我諗咧，可能因為 GDevelop 呢個軟件啦，其實對我估對好多老師嚟講咧都係陌生嘅。咁可能一定咧係要試到嘅時候咧，可能都先有嘢想問嘅。咁我哋稍後咧都應該有個 WhatsApp group 嘅，咁啊就可以喺入邊咧，大家再隨時問問題。好，咁啊再俾多少少時間大家睇下，即時有冇咩就住個比賽有冇咩想問？好嗱，如果真係冇話咧，咁我哋稍後喺個 WhatsApp group 入邊啦。如果大家有問題咧，亦都喺 WhatsApp group 入邊咧隨時問。誒，有即刻彈咗個問題喎。阿 Jo 可能要靠你問啦。請問靠你答啊，Jo 啊，GDevelop 嘅 Ad Account 會什麼時候提供？咁呢個咧，因為GDevelop 咧係免費一個 open source 嘅軟件嚟嘅，基本上你上網 download 就得㗎啦，唔使有任何 Ad Account 嘅，個個人都免費可以 download 到用得到嘅。係，所以我冇補充啊，答得好好啊，金校長，係因為唔 open 該 source 啊，放心，係。係啊，咁你隨時依家已經可以上網 download 㗎啦。好，睇下仲有冇其他問題？好，如果冇咧，咁我哋今日個簡介會就到呢度咯。咁啊就多謝大家參加。咁就我哋稍後咧可以喺 WhatsApp 嗰邊咧繼續聯絡，繼續大家去傾一傾個比賽一啲嘅內容啊。如果有問題隨時可以問嘅。好，咁多謝大家出席。OK，好，拜拜大家，拜拜。係都，因為哦，佢問有 open 冇破 source 嘅老 account？師係冇分別㗎，佢 po account 應該係冇分別㗎。唔緊要，可以之後係啊，如果老師啊，不如我哋工作坊都仲可以交流嘅，但係佢應該係冇特別唔同㗎喎。佢話係啊。哦，OK，係啊，咁可能係嗰啲裡面嗰啲assets 咧，或者嗰啲template 啊，係啊。咁但係嗰啲唔影響嘅，佢同佢個功能係冇影響嘅，即係可能係多你，因為咧佢個 account 賬戶咧，如果你玩多啲咧，佢有啲 token 嘅，咁你可能就 download 到多啲資源啊，或者佢啲 template 咁，但係就同個功能應該以我所知係冇關係嘅，係啊，應該唔會提供破 account 嘅應該嚇。係啊，應該同個功能冇關，所以應該係咯。同埋其實老師唔使擔心啊，佢嗰啲咧嗱功能其實就唔會有限制嘅。咁嗰啲 assets 咧，即係嗰啲公仔啊，或者場景啊、背景啊，其實好多網站都有嘅嚇。咁啲同學仔都可能揾到一啲。咁如果佢能夠自己創作畫啊嗰啲咧，咁分工合作啊，如果有班同學負責畫公仔咧，咁可能仲嗱我純粹從遊戲角度，可能又吸引啲，可能唔知會唔會高分啲咧？咁啊張，我唔知。可能啊，OK，好，好，咁就差唔多啦。咁我哋都 quit 咯喎。應該都完成㗎啦。OK。
好，唔該晒，好，唔好客氣，好，好，唔該晒，遲啲見，拜好，拜，好，拜拜，唔該拜拜，晒。拜拜拜，拜，係拜拜。